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。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你哪搭呢？哦，你揸这个物件来创啥？毋是啊，结婚证书顺手放在地啊，袂记摕出来啊。这是结婚证书。这是恁两个甲我解释清楚。毋是啦，其实吼，这是为着家庭的监护权啦。对啊，这是你的主意，你家己解说啦。无啥物好解说。我这是我唯一会用甲家庭留伫身躯边的方法。你敢有家己留伫身躯边？你，我哪有你这款查某囝啊？有我啦，你像是一个真有理智的查某囡仔，你哪会去做这款代志啦？你实在，我要互你气死啦！妈，你先坐啦，别遐尼激动啦，妈。所以即摆是安怎？你是我的后母，还是阿婶？你敢会感觉安尼足见笑？卡停，等下，卡停，别安尼紧张啦，赶卡停。凭什么拢是你伫管我的代志？只要爱钱，家己爱就摕走，敢付款嘛是恁讲了准算？你敢有问过我？我无想要搁甲恁住伫同一间厝啊！恁有才调就逐工监视我哪有机会就会逃走？若是恁甲我掠去警察局内底，我就会告恁，规定我嘛不要紧。你有才调就给我绑起来啊！哇，你莫安尼啦，卡停，好啦，卡停，真的啦，卡停。小朋友，好，卡停，你较冷静的。你若是无想要转去，就先留伫遮。你即马遮尔激动，安尼走出去伤危险嘛？我甲你保证，因等下就走啊。你先带我去楼顶，好无？行，咱先去哩。卡停，行啦，咱先去咧，行啦，行，来。大人大种啊，将婚姻当作囡仔来佚佗，我哪有你这款戆查某孙啊？出去！我叫恁出去！你读大学都离开厝的，讲你要独立，我实在无你的法。要不过你这几年伫台北，到底拢伫咧创啥？你哪会将家己的人生无甲安尼啦？
我无你这款查某囝，嘛无可能有你这款囝婿。你要爱的钱，我一仙都袂予你。我先去外口等你哦。阿妈再给。有缘，我真是唔知你在想啥。恁家迄领复杂，伊已经骗过你一届啊呢，你真是敢要互伊骗落去哦？你哪真个糊涂哈？有缘。你听阿嬷讲，你紧甲人家离婚，互人家个家庭好好去过日子。你搬转来厝内，莫互厝内人替你烦恼，好无？阿嬷，对我来讲，恁好老好我的只有家庭。该留伫身躯边，是我即摆唯一想要做的代志。年华已经死啊，已经无伫咧啊。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人生爱过啊。家庭嘛有家庭的计划，家庭的计划内底，并无想要甲你做一家伙啊！你若真正想袂晓啊！恁会甲伊留喺身躯边要创啥？敢讲？你真是后半世人，拢要甲伊治袂煞，安尼敢有价值啊？好啊，你若真是要安尼继续落去，阿嬷嘛袂当原谅你。丢啊！你有要紧无？细汉的时阵，我就徛伫遮，看阮妈甲我放下离开遮。后来阮爸阁娶新的太太，
我硬嘴，伊甲我扇嘴皮，我就共款为遮走出去。迄个时阵，我就认定，我即马开始，才毋是阮兜啊。后来我拄着林浩，伊互我阁有一种假的感觉。结婚的头一天，林浩走啊，阮敢若做阿某一天尔。恁拢感觉我有病，是安怎要甲卡廷留伫身躯边？也毋过，我只是希望会当有搁较济时间，我想要有一个家。就算只会当甲卡廷差8岁嘛，袂要紧。你敢知影为什么？因为安尼。我才会当好好甲林浩相识。你若无想留落来，就走啦。我无可能互你像我细汉时阵共款，孤孤单单，无人照顾。因为安尼真正足可怜的。这个世界上可怜人有足济，你甲卡廷毋是上可怜的。也毋过我会当确定，你是我伫这个世界上拄过上戆的查某人，戆到我拢边大讲你。怀弟，卡廷应该是袂对咱走啊。伊留伫恁兜，你应该嘛较安心，所以咱就来等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来，啉茶。好，多谢。卡廷找查某囡仔伫外口，伤危险嘛？家仔拄则有甲伊留落来。我若有心情管卡廷，应该留落来是有缘。林豪已经无伫啊，伊根本无迄个义务去守护迄间了钱公司，佫去做人无欢迎的后母，根本是家己找麻烦。我知影你烦恼忧郁，也毋过你莫互伊遐尼大的压力嘛。
我以前都是拢悠在伊去，伊才会愈来愈超过，根本都无甲亲人藏在眼内，搁甲迄个变身仔徛共一边。我这个心肝掠瘫痪，一定要爬回头。其实你只互友我知影厝内人听伊，而且卡丁伫遮嘛过了真好，伊根本无需要迄个工人价。友我遮尔巧，伊一定会甲伊分好清楚。而且凡说，伊看到卡丁伫遮读书甲生活拢过了遮尔安稳，伊电动会想要搬转来厝内住。会当安尼就上好啦。哦，我拄则甲妈讲过啊，卡廷的代志请伊处理。这囡仔个性哦，就甲幼我共款，我嘛面当管啊。妈上高照顾囡仔，我相信伊一定会当处理得真好。哦，对了，我明仔透早叫人事部发公告，宣布成立生产事业部。由你担任总监啊！这么紧哦？业务转移甲交接拢需要时间，较早成立你嘛当较早了解工厂的业务内容啊。也毋过幼莲甲文琪，因也毋知影这件代志，你无甲因参详，就直接宣布，安尼敢好？我是董事长，我讲了准算。正经互你做助理，因感觉你插手因的业务，安尼我即马都互恁负责的范围分开，大家拢无交叉，个人做个人的，因阁有啥物话通讲啊？假使是安尼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敢袂当互我的办公室搬去工厂？是安怎？工厂迄边的设备是无公司这边属实哦。我即马管理工厂。我应该伫咧工厂甲大家做伙斗阵，而且若是安尼做，我会当真紧了解工厂。第二，假使发现什么问题，我嘛会当马上处理。小关键嘛安尼啊，敢毋是？我知影你自尊心强。无想要互人讲阴暗话，嘛好啦，你就伫遐找所在办公，以后若是要倒来公司，随时拢会当倒来。还阁有，我看冠华最近正拍拼，你就好好带伊做。好啊，冠华伊公司还阁有工厂，两边走嘛足忝的。无以后，就互伊甲我踮伫工厂就好啊。规张相片，敢若你无在笑，袂做人欠你钱共款。伊哪会低头张口啊？互人就想要吐。卡婷啊，你起来啊？五早，五早，要食早顿无哈？阿妈煮来你食。唔免啊，我去外面食就好啊。去外面食啊？你排这摕这要去倒位啊？我要转去啊。你要转去啊？安尼好啊，我就甲幼我讲过啊嘛。你这个囡仔想较浅啦，互你困一醒啊，精神较好，你自然就想通啊。阿祖送你转去哈，行。阿祖啊，我无要转去厝里。你无要转去，你要倒位啊？就是感觉住伫咧遮伤麻烦恁啊，我想要去外口租厝。安尼哪会用的啦？你伫遮想实在啥啊哈？你想要做倒位啊？我用手机查到有几间也算俗的，我想讲去看卖。我家己会处理啦。袂啊！要是
啊无阿祖陪你去啦哈。啊，免啦，你这个囡仔哪会遮如哈？啊，你还未18岁呢，哈？一个查某囡仔，物件歹咧，啊物件看咧，四界安尼一间一间一间，甲人讲你要租厝，人会当做你离家出走呢，谁敢租你啦？好啊啦，莫阁想啊啦，咱就来看厝，啊若看即间袂歹，租金嘛俗，咱就家租起来啊，啊租起来了，再甲物件对厝内摕过去，安尼毋就好啊？安尼咁好？好啦，一定好的，哪会唔好？来，物件放下，放下吼。哎，莫哀啦阿，祖，无要紧，你就听我的话啦，无听老大人的话会吃亏。我甲你讲，行，来，阿祖陪你来做啦，我较好看厝，行，好，你行头前啊，好。来，阮遮每一间拢是独立电表，电费是1度5块，水费、网络费拢包伫厝室内底，家具拢有啊。早起你来大对应啊？哎呦，啊这碰床哪定扣啦哈？你看，啊拢洗过啊啦，这几个人困过啊啦哈？啊这洗身躯巾哪会无通啊？哎太热拢洗过啊呢？哎呦，这拢无咧lưu嘛！这间厝吼光线嘛无啥好哈，通风嘛无好，环境佫遮尔哪歹，啊这卖啦啊！我只是要租一个所在困尔。哦，无安尼啦，阿姨，迄落碰床免换，要毋过厝势敢毋当算较俗的，拜托啦。好啦，老太太，既然恁查某孙遮尔介意吃，我就替恁换新的碰床，厝势拍者，减我吧。搁所用的，就替伊签约。我签约啊？啊不应啦，我甲伊也无关系啊，我毋是男嘛。你哪即摆讲甲我无关系？啊，我就知是毋是你男嘛。安尼袂用的，这位妹妹，无18岁要洗厝，需要你的家长或者是监护人来签约。是的，哎呦，卡婷啊，咱已经看5、6间啊呢。嘿，逐间吼，若毋是内底家具无好，啊无吼就是无通风啦，啊无就是环境歹，尤其哦，厝一个比一个吼，搁较敢开喙呢。阿祖，你是挑工的对无？我哪有啦？是厝主家己讲爱监护人啊，我就真是毋是你的监护人啊？啊无好啊，伊若敢互我签，我嘛敢签。安尼啦，你打电话互恁阿姊，叫恁阿姊来啦。我拍死我嘛不爱找伊。安尼就无法度啊，对无？你毋找恁阿姊，你若找到搁较好的房间，嘛是共款无效，嘛是爱监护人啊。无安尼啦，有我的房间即摆吼就空空无得用啊。阿祖熟熟好处理，恁阿姊遐吼，我才来甲伊讲啦。偌济？5000。哎哟，阿祖无遐凶啦，500就好。阿祖，我知影你想要甲我斗相共，要毋过我真是无想要麻烦恁。唉，你的个性哪甲有我共款，真正固执啊！莫摕我甲伊比，非伫即马厝的代志，我搁去想办法。我先去找头路。阿祖，多谢。无啦，等一下啦！哎呦，卡婷啊，咱拄则毋是咧讲租厝的代志，即摆咱变做是咧找头路。非伫即马厝嘛租袂着，租厝嘛需要钱啊，我着先去解决钱的问题。吼。等，你是要去倒位找啦？这附近足热的，我去附近踅踅，一定有店需要卡手啊。等。卡婷啊，阿祖无吼陪你行规早起啊，即马较酸啊，你嘛互我小休喘一下。阿祖，你若忝啊，就转去休困，哈。卖啦！哎呀，阿祖吼是真是有淡薄仔忝啦，毋过阿祖是愿意陪你行，问题是阿祖腹肚枵啊，你嘛互我试枵一下。对啦，你的早顿嘛无食，这好棍哦。阿祖是在一间咖啡厅，物件吼足好食，阿祖带你来食，咱食吼才有气力去找厝啊，对无？安尼好无啊？电梯来安尼好，行，记得，come on，let's go， 就是这间啦哈，这间。欢迎光临。嘿，
阿妈，这个无快。是啊，啊，来，你坐遮，阿祖等物件互你食啦，哈，你坐。多谢阿祖。伊就是卡廷哦。嘿啊，你会记哦，爱甲我配合演出哦。无问题。好，阿妈，你要啉啥？还佫错一条，2杯果汁，还佫有2块鸡卵糕。好，虽然。卡廷啊，阿祖甲你讲吼，这物件吼足好食，好你食了吼，乌落甲会得志。啊，你咧看啥？我在看广告，在找头路。哦，啊，你要找什么款的头路啊？费伫只要会当趁我的生活费甲厝税，我啥物拢会当做。哦，了解。来，2杯果汁先来。好，多谢。你稍等下哦。阿妈，妹妹是你的亲戚哦。哎呦，拢袂记甲你介绍啦，伊吼有你的朋友啦，叫做卡廷。哦，有你的朋友哦。这个时间哪会无去学校上课啊？啊，伊着即摆在找头路啦。你遮敢有需要做线工的啊？做线工的有啊，我拄好想要请人来倒沙工。哦，真是哦，我敢袂用诶，我敢袂当来遮做。会用啊，请问你敢有满18岁？也袂。啊袂哦，安着无法度啊。因为劳动部规定，18岁以下的人要做线工，要有家长同意书。无你就请恁爸妈签一份同意书，我就同意互你做线工。为什么世界拢爱家长同意书啊？拢袂当通用者啊？我就安尼规定，我嘛无法度啊。我是下发店，不当违法。煞去啊！我去找别间好啊！我都唔相信每一个所在拢爱家长同意书。妹妹，假使有这种无合法的所在愿意用你，我想薪水福利嘛一定袂照规定互你，安尼足无保障的。而且你阁有可能放屁，到时阵付出体力时间，最后连钱拢摕袂着，安尼算袂好啦。对啊，哎哟，即摆结婚哪会规定遮尔啊严啦？一定要18岁才会用的。啊，像这个你来看哈，袂用个做线工啦哈，袂用个去租厝啦。啊，毋着爱乖乖啊，待在厝内认真读书，对无？吼。嘿啊，阿妈，法律遮尔严，就是要保护还未18岁的人。而且我感觉有厝通住，然后去学校乖乖上课，什么代志拢免烦恼，足幸福。对啊，我要出去。啊，你物件还未食着，你要去倒啊？我即摆厝找袂着，头路嘛找袂着，我敢袂当出去行行的。啊，爱阿祖陪你去无？唔免，我家己去就好。哦。好佳哉，唔免我陪，啊无吼，我2支脚行强要酸死。阿妈，敢确定要卖伊，妹妹一个人尔？无要紧啊，伊遮无熟悉半个人啊，家家是去找友丽啦。啊，对吼，讲到友丽，我会通知伊一下。敲一个电话甲伊讲。友丽啊，阿妈甲你讲吼，卡廷离开我遮，即摆我遮任务完成啊，交代互你哦。好。即摆吼，换友丽接手。总监，艾伦甲咱提出的马杜人选拢提转来啊？为什么？这么济，伊拢无一个满意的。我问索尼啊，伊是讲艾伦感觉遮个人拢配袂起原助理。哦，当初毋是讲好查甫找新人就好啊？即马佫嫌东嫌西，卖无到最后佫还我请有命的。我真是互周边好害死呢。你通知所有经纪公司，来个找人选，佫找100-200个人来选。哈？什么啦？维护啊，卡手较美啦。哦，好，我马上去处理。各位，敢有看到新的人事命令？这是新进入的周边副总监，请大家啉的咖啡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。谢谢助理。哎，
谭总监，谭总监，总监，这是新就任的周总监请的咖啡，以前有啥物温温婉婉，这杯咖啡啉落去就莫阁计较啊。我不爱啉。无爱啉就无爱啉，无菜人的钱。阿姐嘞，伊出去啊，看我才入来。拄则讲过是安怎？你敢知影阮即马搁伫个 A 人迄边替你周边好切尻川呢？你哪会当替即马手走工场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你的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阿姐嘞，伊出去啊，看我才入来。拄则讲过是安怎？你敢知影阮到即马搁伫 A 人迄边替你周边风切尻川呢？你哪会当替即马手走工场？拢是一个伙啊，讲啥物抢走工场？周边风，你敢会当较公私分明诶？好啊，安尼我就甲你讲公司。嘉诚今日安尼做，是无想要看到咱因为资权无清楚，我甲无欢喜，去影响到公司的运作。安尼敢有回答到你的问题？这款无清楚是因为你入来公司才造成的。解决方式就是你离开，你颠倒互你管工厂。你是安怎甲阿一洗脑的？你是想要斗相共，还是想要甲公司拢变作你的？到底是谁甲谁洗脑？但每记，咱是一家人，同心协力甲公司管好，敢有这么困难？一家人，讲到底，你就是贪心。你长甲无够，做助理无够，即马阁想要管工厂。我看大家拢讲着，你就是想要代替我妈做总经理。好啊，你若是想要继续冤家，我无要奉陪。非伫咱即马部门无共，各人做各人的。假使恁无处处互我歹做，我嘛袂为难恁。我一定用事实证明，我有才调甲工厂管好。好，上好莫一下就毁掉我妈一世人的生活。你放心，假使小关子真是遐尔厉害，我嘛无可能这么简单就毁掉伊的生活。我会替我妈好好监督你，你上好莫有四个菜。你为什么阁会当这么冷静啊？既然爸安尼决定，我嘛无想要无采时间啊。敢讲你拢袂感觉庆幸？进前周明峰惹迄块问题，你得到三工收煞，结果你滚来工厂，颠倒变做周明峰的，一口气你吞落去，我吞袂落去。就互周明峰家己去面对现实嘛好啊。等伊到工厂，就会发现工厂的运作比伊想的搁较复杂，无你卡伊就会惊甲无想要做。伊会当甲阿姊讲啊，阿姊一定会甲伊斗相共。爸的个性我毋是无了解，伊娶某毋是为着娶一个查某来替伊管理公司的，伊互周明峰这么困难的工作，第一是想要甲咱分开较免冤家，第二是想要互周明峰无话通讲。伊若真是做袂好，爸就有理由叫伊放弃，爱回去做伊的好某。阿姊敢真正安尼拍算的？万一工厂互周明峰不较爱去要安怎？工厂的主管我带一段时间啊，有问题伊一定会甲我汇报，我会随时注意。对伊造成损失进前，我会出手。你免烦恼秀冠阿姨的生活会互伊毁掉。讲甲敢若你真了解阿姊共款，我感觉伊搁较了解你。伊就是知影周明峰若是了麻烦，你会先替伊处理好。啊，真是毋知影恁到底谁欠谁，谁伫照顾谁。这种代志我早就惯势啊。
安尼安怎做这样吼？哎呦，知影啦，卡廷的代志都是我的代志。吼，卡廷的代志就是你的代志。哼，卡廷，听讲你今日去找厝，找到啥款？无顺利，啊未18岁就参像酒惨，行到地跌到地，毋管去倒位，人拢爱我交感互认同意思，所以头路甲厝拢无找着。你才知影哦，拜托的，我以前就少想要搬出去，也毋过受着遮麻烦，也是算算起来。我看你还是住阮兜啦，无人要赶你。我才袂，我无像你遐尼简单就放弃。规日我希望会当凊彩找一个头路，什么摆搭、临时工啊，我都毋信，假使我有收入，连厝拢做袂着。创啥？晓领导的面人大，个日是迄个小姐拄时节，敢若有欠骹手，会当去问看觅。对吼，我乃无收到。也毋过槟榔西施是毋是爱穿足少的？我足保守的呢。白痴哦，要危险！无你掠准槟榔西施安尼一个月5万块，有遐尼好赚哦？5万？安尼我要去？袂用的啦，若是阮儿子知影，我就免活。哎呦，去者也袂安怎啊，而且是晓领导开的，应该真安全啦。也是卖啦，卖啦。卖冤啊！是我找头路啊，毋是你管遐济创。对啊。小凯，迄个槟榔大伫倒位，你带我去好无？好啊，行。哎呦，卡廷，卖啦，无好啦！哎呦，卡廷，危险！兄弟，嗨，丢哩，你带来这创啥？卡廷在找头路，就讲你遮欠骹手，就带伊来啊。这无欠骹手，你走了。我明明就听小凯讲，这里是欠骹手，我即摆休下，我会用得做啊。你会用，我袂用啊。小丽，莫安尼啦！你毋是烦恼日时槟榔大无人顾，即摆有人举手啊，你就回来试看卖啊，好无啦？加者，原来槟榔是安尼包的。我试看卖干物？莫用啊！我敢毋答应要互你来上班？有够计较呢，家姐，我敢毋讲我一定要来遮上班？安尼你也有这条学会晓？来啊，我手手卡。你试看卖。你卖包啊！无采我的材料，我拜托你使离开好无？别叫我做行李。妹妹，给我一包。谁来？我来，我替你去。来啊！妹妹，你创啥？摸牙手是安怎啦？你创啥？别甲我卡啦！创啥？啊？你创啥？欠拍是无？来啊！落来啊！无你是安怎啊？今日我要把手上。无想要买啊，欠贵啊！安怎？听你啊！我就敢毋是去甲警察联线，你当初我对我收集证据，告你性骚扰甲伤害。呀，小都会丢啦啊！落来啦！卖天摆啊！安怎转来啦？卡廷，手写款完怎无？无代志。我才袂用你，也无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我才袂用你，也无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离开就离开啊！这是槟榔大尔，有啥了不起的？槟榔大安怎？我哪上课哪做沙工，是为着赚学费，希望会当有更较好的生活。我无参像你，休下，我安尼看不起人，
你咧讲啥？我嘛有我的理想啊！我想要做伪装师，若毋是为着钱，我敢会来找你？你休下，搁偷走厝，到即马连家己生活能力拢无，你搁做啥物伪装师？啥人用你啊？好，恁莫讲无几句话就冤家好无？我今日先带卡廷转去不。那今日，以后莫搁带伊来啊！小卡，我先带卡廷转去，后壁代志你处理哦。嗯。行啦，卡廷。小李，拜拜。紧走啦！吵为啥？哦，无代志，无代志，行啦。你为什么大概看到卡廷都没冤家？对啦，我就是无介意。哎，小凯，伊哪又过来啊？我真想要报警啊！我来处理电话。哦。两位校长辛苦啊！哦，多谢。以后需要临时演员，会记你找阮哦。OK 啦，感谢啦。好，校长拜拜。拜拜。靠线看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哎呦，头路就到老找啊！哎，反正嘛无人一出事就学会晓包庇。哎呦，如果是阮儿子，伊是要问你的代志，你食？这笨。找你的啦，你食？哦。喂，儿子。卡廷哦。啊，卡廷真好啊，逐工拢乖乖踮咧厝里。会啦，免烦恼啦，阮拢会好好照顾伊。好，有啥物状况，甲你讲啊。好，你放心。哦，就安尼。好，拜拜。你看阮儿子，我关心你咧。我以前离家出走哦，靠照一名互阮爸修理，或者是袂当出门扣所费，会知了哦，一点仔拢袂唔甘，骗心。我颠倒希望伊莫一直来烦我。其实阮儿子嘛算是阮兜的怪人，对以前到即马，就罕呢甲厝内联络。我一年可能见伊，见无一届，连见着面讲话可能连5句话拢无。伊就是咧遐听，点头，摇头，笑，就安尼 ，That's all。哪会甲我熟悉场友我无共款？伊伫阮兜，逐工细细的念吵死啊！迄是因为伊要紧你，你看，你也毋是因查某囝，伊管你创啥？唉，你吼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明仔载还是要继续找头路找厝哦？我嘛毋知影。我原本叫是今日就会当搬出去，结果还是转来。这就是命运较赢家的话。这种时阵，你愈爱会晓变通。哦，你这么巧，请你教我安怎变通？我租你阮日子的房间，一个月2000块，有够俗吼？2000？你好心肝呢？恁阿嬷才收我500块。500？阿嬷真正是破坏市场行情呢。毋对啊，伊算你遐俗，你是安怎毋甲伊做？我就无想要住伫恁兜啊，而且即马毋是敢要大的问题，我连收入都无呢。卡输阁找无头路，家钱开了，我连500拢付袂出。我只想看卖，敢有其他的办法。卡廷决定住伫阮兜，然后嘛要转学过去，甲友里做伙到高中读完。就等我做伪装师了后，再趁一行李。亲像之前看袂到的发性地，
无欢喜就离家出走这款代志，我是无法度接受哦。敢袂受限？跋去恁兜住一天尔，伊就啥物拢答应哦。既然家庭已经安排好啊，你是毋是爱趁这段时间，甲工人家，甲关系处理好？咱离婚啊！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小候鸟咖啡的在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沙发前的玫瑰等你发现，雨停了，看候鸟它飞得再远，会有暖的季节再相见，还在同个地点等你出现。